都排咗好多年啦，即係都起碼都成7年度啦，7、8年啦嚇。得咗幾耐？我諗都一段時間㗎啦，都起碼10零年咁樣啦。咁嘅情況之下咧，我就喺香港做咗隻左眼。咁做完隻左眼之後咧，咁就因為隨着年紀問題咧，隻右眼就越嚟越差啦。咁就都有排政府嘅，咁但係因為香港嗰個醫療嗰個政策問題啦，我就未去到做嗰個即係嗰個 grade 啊，即係未可以去排做嗰個手術嗰個 grade，都排咗好多年啦，起碼都成7年度啦嚇，7、8年啦嚇。即係我要咁近，我會認到你咯，再遠啲見到個樣啦，即係見到個人形嘅樣咁啦。咁同埋即係日常生活會比較係吃力啲啦。最明顯就係行樓梯，即係我攬唔攬好啊？即係可能即係攬開 OK， 即係攬同埋到啊！即係我究竟係咪爭一級先到定未到嗰啲咁啊？好多時候就自會踏空啊！咁我做完之後係清晰好多嘅，咁但係可能都係啱琴日先做，咁變咗個適應期需要嘅，咁所以我暫時都仲需要戴住副眼鏡協助下，係啦。如果我未做白內障之前，我望嘢咧，我係有嘢遮住嘅，即係好似有一隻隱形嘅手或者一啲嘢咁遮住喺嗰個眼冇嘅，即係睇你永遠都係個圈裏邊一定有嘢㗎啦。咁而家係做完之後係冇咗㗎啦，冇咗嘅。但係你話係咪完全好清晰？即係其實嗰兩個影咧係完全冇咗㗎啦，因為我有兩個影咁樣，但係而家咧係冇咗嘅嚇。